纽约2年前开始推动用喷后肥的计划，唔但当减碳排，当年阁会当减4万吨的粪扫。 怪手把粪扫卡起来，放入去处理设施内面，经过排酸瓦水，要变做对土有帮助的堆肥。这是美国纽约时态等等的堆肥处理厂，平均一天爱接收处理100吨到150吨来自纽约各地喷有机物。 像天叶啊落较多，一天阁会加250吨的有机粪扫，拢摕来做堆肥。因为之前纽约市街仔路拢真垃圾，而且伫疫情迄段期间，清洁人员无够，清运粪扫真困难。为了要改善这种情形，纽约市政府2020年10月开始伫红桥区推出堆肥收集计划，有效减少当地差不多1270万磅的有机废弃物入去粪扫场，和清运的成本减1/3，佮增加3倍较价的堆肥，和当地民众使用。伫咧定点科技的实验计划成功了，纽约市政府开始扩大推送，时态等等的堆肥处理厂就正式开始运作。粪扫若收入去堆肥处理厂了，先该拍好水、筛选，结果放入去堆肥存库4礼拜，可以发酵。堆肥的温度会愈来愈悬，一直到和病原体草啊拢无法度生存的高温时阵，结果可以自然降温，上尾就转化做堆肥。 堆肥若做好，市政府将一部分的堆肥卖给做园的业者，其他就免费分给居民、学校加社区的花园使用。若增加市政府的收入，也降低粪扫场的加饭量，一减几落个。 When food scraps and yard wastes are buried in landfills, they decompose and generate methane. Methane is a very potent global warming gas. And landfills are the third largest source of methane e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. 伫即马纽约市一年会当处理差不多35000吨到4万吨的喷，而且伫进前一年已经送出270万公斤的堆肥给民众。若改善土质，会当帮助土壤吸收雨水，避免做大水。纽约市政府希望伫未来10年回收喷的比例会让敢若亲像回收纸同款达到50%。不过也希望美国的民众会让先改善食物浪费率到40%的问题，真正达到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目标。公司新闻，但是董编辑。